小概率也是巨大的奇迹。我和你要怎样的时机，才可以在期待中相遇？这一刻的心境，若凝结成烟雨，将为你期许一路沿途的风景。我与你是命中注定，是交错的命运，与你的一切联系是神的旨意。我与你是一心同体，是必然定律。可是我爱你，绝对不只是神传递的指令。心创造天地，就孕育了感情，从此所有个体开始产生联系。风雨星体，空气永不停息的潮汐，都在试图证明万物间的吸引力。无论何种言语，通过哪种载体，都在试图拉近彼此间的距离。只让心存落地，就能放大可能性，再微弱的引力也有碰撞的几率。我和你要怎样的频率，才可以牵动彼此呼吸？跟随神的指引，沿着既定轨迹，与你的相遇就是相遇的旋律。我与你是命中注定，是交错的命运，与你的一切联系是神的旨意。我与你是一心同体，是必然定律。可是我爱你，绝对不只是神传递的指令。我与你是命中注定，是交错的命运，与你的一切联系是神的旨意。我与你是一心同体，是必然定律。可是我爱